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恭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，借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又比如唔懂英文嘅人，佛陀同佢用英文講法，佢根本唔知喺度講乜嘢。所以佛陀不能離開眾生嘅一切已知境知去度眾生，必須要借用眾生嘅所知基礎。其實我只想說明一點，冇任何人係完美嘅。佛陀雖完美，但亦必須以眾生緣起才能起度。對於我嚟講就一般啦。世界上無盡嘅知識都係我要學習嘅。學習他人嘅，學會咗才能借用，否則我就係一個白痴。你哋記住，我嘅自性與佛陀係一樣嘅，但係永遠都係眾生嘅勤務員、慚愧者，要學眾生。你哋或者會奇怪，點解唔學佛陀，要學眾生呢？呢個問題好，聽我講吧，同學們。如果唔學眾生嘅文化，唔學眾生嘅思規、生活習慣，就唔了解眾生，就無法與眾生通達。咁樣嘅話，佛陀就真正成咗言語道斷、心性寂滅嘅法身法啦。要明白，法身法係度不了眾生嘅，法身無言無相，依何起度？所以必須學眾生所學，借以眾生所用。我永遠都係慚愧者，唔完美嘅哈。只要有眾生嘅一日，我就得要學習佢哋，才能相應佢哋，亦才能利益佢哋，進而發度佢哋。你哋對我嘅尊重係非常好嘅，但係我係抱住一個慚愧嘅心行，同你哋說佛法。我講佛法雖然慚愧，但係你唔慚愧。你哋盡管放心啦，呢一點仗我係冇嘅。我雖然連初學菩薩都唔敢當，但係初學菩薩嘅膽量係冇我嘅大嘅。放心好啦，我唔會將法講錯。初學菩薩有5大部位，我一啲啲部位都冇，我隨便講，因為我首先冇恐怖，我亦唔需要嗰啲煩惱。我只想到嘅係要同同學們結下緣，我要盡我嘅力量同你哋共同進步。我學習你哋嘅語言，了解你哋嘅習性，嚟為你哋開悟安心。你哋學習聽懂我講嘅真諦，呢個就係我嘅心。因此極樂世界所出現嘅一切現象，處處係樂，就叫極樂。邊度仲有摻雜乜嘢亂呢？冇啊！我哋屋企嗰個老人家生到極樂世界之後，佢走啦。後嚟有一日，我哋嘅老母親就講佢翻嚟啦。佢哋睇電視嘅時間，就將嗰個氫氣球啊，就抱響嗰個電視上放住，將熒光屏同佢哋擋住噶嘛。攞開佢又攞去放住。我話嗰個唔係呀，你唔好亂講啦。我話你將一個到極樂世界去嘅人講得太唔值一分錢啦嘛。佢翻嚟仲似陰魂一樣噶啊。我話佢翻嚟係唔容易翻嚟嘅，但係佢可以召之我哋即去，召我哋去啦。雖然我哋響度同佢兩個講話，但我哋唔知道嘅，佢嗰個係佛力所障而顯嘅聖義聖境，知道嘛？係咁樣樣一回事，同真正嘅聖者翻咗嚟係兩回事嘅。有冇翻嚟嘅呢？有，虛雲法師呢？生兜率天，你知道嘅吧？生兜率天呢？嗰個寬淨法師一樣嘅可以。虛雲法師唔係寬淨法師，好多人都知道佢生嘅係兜率天，因為虛雲法師仲未有生兜率天之前，
就已經到兜率天去聽彌勒菩薩說咗法嘅。係啊，嗰個雲門師兄佢就到咗兜率天。對，雲門師去打牌，到靈谷塔去打牌。但呢個兜率天啊，又比極樂世界要高級咯。我講俾你聽，嗰個享受就更高啦。所以話學佛要講享受噶吓。你哋會話，哎呀，上師天天要我哋唔講究，要離欲，呢個又要講享受，嗰個係成就之後嘅享受，好唔好啊？咁樣一個道理。虛雲法師生兜率天，我再同你講呢個道理啊。咁樣其中有一位法師，我亦唔同你哋講名字啦。佢呢，學法學得好好，佢就再三發心生兜率天。兜率天與其他嘅天唔同，兜率天佢雖然名為天，但佢唔只係天界，佢分咗兩層，分內院同外院。外天內院，外面係天，內面係院，內院先至係彌勒菩薩所住之地。因為彌勒菩薩現在佢嘅世界仲未有成功，未有圓滿，所以佢就暫寄住於兜率，以佢嘅佛力化為內院。佢嘅世界響咩地方呢？就響我哋呢個娑婆世界。龍華會嘅時候，佢要化我哋呢個世界為極樂世界，就係話彌勒菩薩嗰段時間就成佛啦。佢要召開一個最大嘅法會，叫龍華會。咁樣釋迦牟尼佛響我哋呢個世界上成嘅佛，結果釋迦世尊成佛嘅時候呢，呢個世界未有化為極樂世界。釋迦世尊嗰個法會叫靈山會，靈山會已經完啦，今後該彌勒菩薩嚟化呢個佛境，所以現在佢未有地方，佢就記住響兜率天，化為內院響嗰度住。咁樣佢呢個佛力所障厲害得很。兜率天由於係天人所住，嗰個地方有情欲嘅，所以話生兜率天非同小可。如果我哋在座嘅同學，你哋有本事，你哋就發心到兜率天；未有本事，你哋千萬唔好輕易發心，因為只有一條，只要有一分淫欲之心，只要有一分淫欲之心，就會墮到外院當天人。同樣到兜率，咁樣馬上就墮到外院啦，墮到外院就走唔入內院，所以有一分淫欲之心都會墮到極樂世界，就冇呢個標準嘅，因為佢嗰個係聖凡相處嘅，就唔會墮響外邊去。因此呢，呢個問題係非常重要，各人把穩啊！有本事就發心到兜率內院去，未有本事最好唔好發心。一發咗心啦，到時候兜率天人要嚟接你嘅，而且往生兜率內院，往往係靠自己嘅功力去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藉心經說真諦，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